汉时阵，我讲细汉时阵啊，我讲啥物拢听无。听无？到底是在讲啥？用笔的，今仔日伫幼稚园画图。欢迎收看。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还是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观众朋友，你较多也真少听吼，你会听到另外一个足好听的声。无毋对，咱的节目已经足久无请特别来宾啊。咱今仔日请到的这个特别来宾哦，哇，生做水阁真优秀。唔但优秀，阁足优秀。优秀阁真优秀。是啊。嘿啊，爱伫边仔伊就是咱的花市的记者兼主播雷雅。耶！欢迎咱的雷雅。大家好，叫做雷雅。雷雅。对啊 ，OK。哎，这边头一届用台语讲我的名呢。真的吼。好。定定都无讲过。啊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倒位人？倒位人？我是台北人。台北人哦。嘿。台北的在地人哦。嘿，台北的在地。哦，无怪啦。啊，听讲你家的长辈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拢是讲台语。无是阮阿公阿嬷讲台语，阮妈妈听阿公阿嬷讲台语。安尼你看阿公阿嬷咧讲话的时阵，用笔的。用笔的。细汉时阵，我讲细汉时阵啊，我讲啥物拢听无。听无？到底是在讲啥？用笔的，今仔日伫幼稚园画图。哦。啊，妈妈爱翻译。哦，用笔手画刀，人咧讲的笔手画刀。是啊。安尼你笔手画刀已经足厉害吼。诶，袂歹啦。哦，袂歹。安尼下面咱节目要继续的时阵，咱才来互雷雅来笔手画刀一个，咱来做一个游戏。咱来看伊笔手画刀的功夫到啥物程度。安尼我问你吼，你若当作你要讲一句来举例一句，你想讲上认真的一句。就是你平常时比较较常常讲的做一句台语，就是你讲啥我听无。哦。头一句的台语。哦。因为我阿嬷会讲啊，今仔日伫幼稚园，阿嬷想讲。哎呀妈，我就听无啊！哦，你讲啥我听无啦？啥我听无是头一个，头一句会晓的台语。啊，有影伊即句嘛讲得真认真。你讲啥物我听无？有影真认真。我阿嬷就厉害，伊会听，伊袂晓讲国语，但是会听的有，是看新闻。哦。尤其是我报新闻的时阵，伊一定爱看。阿嬷拢爱看，伊会问，然后我有螺丝的时候，阿嬷会讲，你今仔日有螺丝哦，最近拍开。哦，阿嬷讲螺丝安尼哦。阿嬷讲螺丝。啊，不过你嘛真有勇气啦，虽然台语毋是真认真，毋是真好。报名要来上节目。对，啊，那是要咱这个节目是台语真认真哦。对啊。啊，你这无认真哦，啊，你哪会敢来啊？想看卖我的台语到底是偌认真？我跟你讲，我嘛常常互观众朋友讲吼，这个查某囡仔，这个男主持人，讲台语吼，你若讲啊遮袂认真，啊来咧讲台语的节目，我嘛无要紧啊，我嘛是慢慢来，因为上节目本来你就是会紧张，啊，看你平常时咧讲话迄款情绪状况无其实我甲你讲伊台语无认真，做袂爽。我做袂爽，我心情做无好啊，你搁讲啊。真的。今仔有就变认真就是我。我有问题。好来。你咧平常时咧采访的时阵啊，你出去有一寡采访的时阵啊，你拄着采访的，你采访迄个对象，伊讲台语，重要。是讲阮采访的时阵，你会拄着阿公阿嬷，伫个回收厝的时阵，你会问阿嬷讲。你知影无？你的邻居，你知影无？伊厝内底回收厝，啊，你有听到啥物声？你哪会一火啊拢会样走出来？你有听到无？阿嬷就会讲哦，我是有听到啥物声，但是你讲国语，伊就讲哈，你讲啥？一定要用台语甲伊问，较亲切，对。但是我讲的时阵就无认真，要安怎？阿嬷会听无？你在讲啥？我会摄影。哦，摄影记者，会讲有翻译。啊，勇哥，我一个好奇的代志。好奇，好闲，好来。好奇的代志，讲吼，你听讲你伫个华联
哦，读册。读册。哦。你读册就你啊，你人伫台北，不是要比一下这个吗？开心啊，开心啊！听讲你喺花莲读册啦，过一届来，安尼哦，听讲你喺花莲读册啦。对啦，讲男朋友伫花莲呐。哦，莫讲问这啦。阮兜的，阮兜的恋情，你看。阮记你的恋情啦。阮记你的恋情。你若足八卦，拢爱讲问这啦。讲听，啊无咱来分享一下，你看男朋友去花莲佚佗的时，你拢会去过佚佗？啊，去倒位佚佗？应该讲阮大学，我大学伫大学的时阵，读大学，所以你是伫花莲读大学哦，了解。阮学生的时代，阮海边啊航吧。航吧，航吧，爱航吧，去车潭。我唔知即摆会当航无，阮迄阵时啊是会当航嘛，嘿，然后会当看迄个日头落山。哦，日头落山。航到日头出来。哦，航透明。啊，我你讲，你恋爱啊？无啦，迄阵时阵我无谈，还未。就是因为安尼才开始恋爱。不用。迄个去那个太鲁阁。哦。太鲁阁。阮都是开车去对无？阮学生无车，就奥多拜，骑奥多拜去。啊，沿途就侪当落来行行的所在，你开车无得通停。一定要用奥多拜，倒位拢会当停，拢会当落来行行的去上啊哪啥，一定爱听奥多拜。去拍讲了真好哦，真好，我听有。但是我感觉奥多拜卡声卡袂听，T 马卡声卡听，是不是 ？T 马吼，我以前伫咧 T 马的杂志咧做摊过。哦，你是足厉害，你讲啥你拢会使。我做台讲，我啥物拢会讲。搞啦，我是少年啦，也毋过吼，我经历丰富就对了。啊，我迄时阵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就知影，迄个尻川吼真正足疼，因为我迄个去爬迄阳明山有无？我迄个尻川对我的骹吼酸甲过工凌晨爬袂。毋是你家己的对无？啊？毋是你家己的，你骹干啊，毋是我家己的骹。袂歹，两我就讲。哎呦，袂歹吼。厉害。啊，你讲花莲除了去？看迄个灰金菇。灰金菇，哎呦，佮知影灰金菇呢？萤火虫啊。有，有看迄个海底。哦。袂歹哦。海豚啊，拢会晓咧。但是看海底会较早，可能6点就来起床啊，较慢爬顶头。伊厉害呢，海豚伊有讲，啊，迄个萤火虫嘛要讲。好，啊，那这样嘞，那个金鱼嘞？啊，我袂晓啊。金鱼是啥？金鱼。我唔知。海鸥嘛。海鸥甲海底有的人分袂清楚。啊，人上爱问人台语会晓无？就搁问一个企鹅。哦，我知。你想爱讲，互你也讲。企鹅不是 penguin 吗？开始演啦。讲的是英语较强啊。好，来企鹅你。骑鹅，伊拢用骑，伊拢用骑安尼行咯，这叫骑鹅。安尼上尾搁一个就收煞啦，长颈鹿。麒麟鹿。哎，答对了。够强的啦。所以你讲哪？安尼我刚刚算过关呢。哎呀，袂歹啦吼。袂歹。5题就3题耶。对吗？哎呀。安尼袂歹呢。急过，好来，继续。啊，听讲吼，伊上厉害吼，就是比手画脚。比手画刀啦。嘿啦。吼啊，当然啦，伊上厉害就是伫咱花市报新闻、招新闻，这是伊第一厉害的。对啊。吼啊，即摆若第2厉害，可能就来考这个比手画刀。第一题吼，你要拍几互观众朋友看，咱看吼。好袂？咱即摆比赛要开始啊！吼，咱的雷亚、雷亚要比互咱的小龟来摇哦。啊，我即摆去边仔遐做裁判。嘿。吼，看表现了如何？好，来，你开始。5个字。5个字。头2个是有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要讲
头尾落山的时阵是夕阳。落山。日头。毋是，第一个字是你有颜色诶，颜色咖啡色。色，有色，头一个字是一个色。一个色。嘿。黄色。毋是黄昏，是我讲不出来。这个色。黄昏的故乡。啊，你这个有算吗？我有掉。哎呀，这有算吗？黄昏的故乡。来个跳一题。四个字，好。嘿，好。要安怎讲呢？就是一个足漂皮的人。四个字，足漂皮的人。嘿，头两个字是足漂皮的人。嘿，漂白。不是，足漂皮。烟斗。不是。你甲伊讲伊会唱，哦，你会晓唱。嘿。龙珠回头。哎对。三字。我即摆伫咧走。无。总行。嘿。行。三个字。嘿。第三个字就是行。啊，头一。向前行。比手画脚，比手画刀，互我感觉作为主持人。来，搁一题吼，最后一题吼。六个字，好，来。几字？六个字。嘿。头三个字是，我要去拜的时阵，是看你的亲人的所在，但是有可能嘛是你感觉足恐怖的所在。蒙阿波亚刚。哎呀！厉害呢！好有默契哦！再来一次。越来越顺。三个字好啊吼。阮讲，阮相处要安怎讲台语？斗阵。嘿，阮斗阵的时阵，但是你无好斗阵。无好斗阵。嘿。三个字无好斗阵。阮无好斗阵，三个字。嘛是一首歌吗？嘿，是一首歌对无？对。歹斗阵。我朋友有够厉害啊！好，过来。好，再。好。三个字。最近阮伫咧，最近的天气。落雨。嘿，啊有会听到啥物？落雨声。观众朋友应该有怀疑，我敢是知影。你是有知影题无？无串通。真正是唔知影。好，最后一题吼。好。好啊。五个字哦。阮暗时伫咧困的时阵，阮的梦内底想啥物？咧困。梦中的情人。我真正唔知影题目呢。太厉害了！好啦，咱今日就到这，下一次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练刀。袂歹。我上介意花莲遐做个山路嘛，你讲的迄应该是山路嘛，对无？我大学的时阵，我嘛去过苗栗。你嘛有着对？无，我去过苗栗。啊，伊迄下早啊的时阵吼，山顶啊，规个拢迄雾，迄个大蒙。嘿，对。大蒙。啊，伫遐就是佫有开迄啥，迄叫萨库拉。
哦，樱花，樱花，萨库拉，啊，开迄萨我但我就甲用一个字记一下，哎，我说抓讲去吼，萨库拉，水的咧。你即摆是安那？人咧讲话咧，你就跳到庙里。哦，赶快来。是现在跳都拜当让停下来。对，跳倒摆我感觉真正。开车真正是无地通停。哦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摆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滚一边，我林个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